รายการต่อไปนี้เป็นรายการสร้างความสุขเหมาะสำหรับผู้ชมทุกเพศทุกวัยตั้งแต่อยู่ในท้องไปจนถึง100 ปีเพื่อเรียกรอยยิ้มและเสียงหัวเราะในขณะที่รับชม来泰国了以后，去过大皇宫了没有？我去过大皇宫2次，你呢？你去过吗？去一次吧。你喜欢泰国菜吗？不喜欢泰国菜，经常吃的泰国菜是冬阴功。你吃过榴莲吗？我很喜欢吃榴莲，你呢？喜欢吃吗？很喜欢。是吧？老师，你觉得泰国人怎么样？我觉得泰国人很友好 ，friendly， 很热心。你的爱好是？我的爱好是看电影、吃饭、睡觉。没了吗？老师你好，我叫王慧怡。老师从哪里来啊？老师从中国山东来，家在山东。老师在泰国多久了？4年多了。老师教汉语几年了？这4年多了。老师觉得泰国的学生怎么样？有的很可爱很努力呀，有的也是一般，也像中国的学生啊，有的人努力，有的人不努力。我们班每个人都棒棒棒啊。老师对泰国的生活习惯吗？习惯，现在已经习惯了。老师在泰国去过什么地方？去过甲米、嘎比、清迈、青莱，很多地方，芭提雅，很多。老师喜欢泰国菜吗？泰国菜喜欢啊，不过以前老师喜欢吃辣的，但是现在不太喜欢吃辣了。老师对泰国有什么印象？印象是吗？什么？有什么印象啊？是关于什么？关于天气还是关于天气？就每天都很热啊。我现在以前在中国的时候啊，我不喜欢冬天。谢谢老师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Linda。你最喜欢那个国家？泰国。为什么？因为泰国的人非常的和善，然后喜欢助人，然后很和蔼。
而且你们的文化非常的好。你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好，我叫梁桂琪。我叫王远度啊。你喜欢泰国的那个城市？泰国的哪个城市？我现在在曼谷朗曼区，然后我对这里的印象很好。你喜欢泰国的大象吗？喜欢，因为我觉得他们很友好。你去过泰国晒吗？去过。如果你有机会，你还再来泰国？来，我很喜欢。谢谢。对不起，你是中国人吗？我是中国人。啊，我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好吗？可以吗？什么问题？啊，一般的问题呢？可以吗？可以啊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陈维安。你去过冬阴功汤吗？冬阴功汤。就是你问我喝过冬阴功汤，喝过。你去过大皇宫了吗？去过了，已经去过2次了。你觉得大皇宫怎么样？好漂亮。你喜欢泰式按摩吗？昨天晚上试了1次，还可以。谢谢。你们中文系是。可以。哪个学校？你们在哪个学校？乐德纳可信皇家理工大学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梁昭华。我叫王慧怡。王佩。你在泰国待多久？我在泰国待10个月。你喜欢泰国菜吗？很喜欢吃。喜欢什么？喜欢吃什么？喜欢炸鱼、冬阴功、炒河粉。你去过水上市场吗？市场面没去过，还没去，打算去。你会说泰语吗？นิดหน่อย 说。ผมชื่อหลางจอหวามาจากประเทศจีน你帮帮人。谢谢。谢谢。你叫什么名字？韩旭红。我叫一真。你好。你最喜欢哪个国家？哪个国家？我更喜欢中国。你喜欢泰国的什么呢？我喜欢普吉岛的海滩，然后喜欢曼谷的大皇宫。泰国热吧？热。你去过唐人街了吗？哪里？唐人街。唐人街。เยาวราช唐人街。哪里？唐人街。No， 没有。你觉得泰国人怎么样？很好，很热情，很友善。谢谢。